讲到本土的天狗咧，疫情继续伫咧逼，到单总病例数已经超过1000人咯。伫苗栗家己也出现今年头一个个案，疾管署也要提醒讲，若准感染到天狗节，上界危险的时间点是退休了后48点钟，就要注意敢有出现动静的表现无。 本土天狗节的疫情持续加悬，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264个本土病例，个案主要也是伫台南，有229例占上济，过来是云林县20例，苗栗县甲嘉义县嘛出现今年头一个个案。今年头一个本土的天狗节6月13伫台南出现了后，无到2个月时间已经超过1000例，目前已经有1109个本土病例出现伫全台湾的8个县市。 目前国内登革热的疫情还是处于上升的一个阶段，大于60岁以上的有占了42%。那跟2015年相比，那目前的病例数是稍微多了一些。滋生源的清除还是减少登革热病例最重要的一个手段了。疾管署表示，伫这1000多个本土病例内底，有9个重症，其中3个还在住院，有1个死亡。也若去为着天狗节了后。 4分3个人无明显的症状，5派的人可能会变做重症。也若高风险的人，包括红牙仔、侪血人、有新的人、大箍甲有慢性病的人。另外，要去为着无共型的天狗节，交叉感染重症风险嘛大大增加。云林县府这2天嘛出动化学兵加强消毒，而且以天狗节病例生活环境甲顶拿，画出区域插红旗，要彻底阻挡西北虫的情形。因为云林目前本土天狗节的病例。 敢若比台南市较少，已经有135例。这次就特别针对整个核爆地区的外围的所有的竹笋园、果园做全面性清消核爆村，然后还有水队村、还有高林村、东河村确诊的案数比较多，尤其是核爆村。疾管署嘛提醒，去为着天狗节了后，深头起大部分是发烧，会烧2天至7天。 退烧了后的24点钟至48点钟是危险期，可能会出现休克等并发的动症。若是会腹肚痛、持续咧吐、黏膜出血、一直困或者是坐袂牢等，拢可能是要变动症的现象。民众千万都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8月初5，伫咧嘉义梅山出现因县内头一个本土的天狗的案例。即马县政府启动化学防治，整合相关单位，希望会当赶紧把这个天狗节压服落来。消毒人员伫传出天狗节案例社区转药啊，要来阻挡天狗节疫情。嘉义县为8月初5到今，累计有5例天狗节病例。初7下晡，嘉义县政府整合卫生、环保、警政相关单位，召开防治天狗节的应变会议。 因为白色暴会比较远，至少这100公尺，这些蚊子它可能超过100公尺的，也有可能会占了2成嘛。但是至少你这100公尺你不喷，蚊子就终身会带病毒。发生的第一个案例以后啊，马上做紧急的处理。那整个包括乡镇公所、那梅山跟竹崎，那一起来。 大家来做相关的一个讨论。嘉义县的梅山乡初5传出嘉义县第1个本土天狗节病例，经过卫生单位的快筛了后，伫梅山乡、还有伫家乡陆续发现天狗节的病例。为着要来阻挡天狗节愈传愈严重，清消人员这几天嘛到病例厝内甲社区来转药啊。迄个高溪乡哦，迄个登革热非常严重啦吼。咱做梅山吼，咱有工人去遐做工课吼，是去传染着吼咱梅山目前有3个病例哈。嘉义县卫生局表示，这阵啊山区常常拢会落雨，会积水的物件甲水一定要倒掉倒吸，较袂来生蠓虫。若是出现发烧、头痛、筋骨酸痛的状况，嘛要赶紧去互医生看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